后来过来，因为县这个真头的东北风，台东往回到兰屿的无人机甲船只全部来停航。兰屿在地居民就得要无粮草咯。若假日走到台湾本岛佚佗的兰屿的乡亲，嘛无法度转去。张海巡署帮忙运补，已经把民生的物资送到兰屿。今仔日东北风小可较停，客轮的业者嘛总算开航咯。 来甲看江边排队人排甲落落长，手会掼甲大包细包。这人毋是要出去佚佗，因是因为台东甲兰屿的客船无要开，所以这10外天来拢无法度转去厝的兰屿居民，即马总算会当转去温暖的厝咯。被关了差不多快2个礼拜了，本来4天连假，结果后来就卡住回不去了，回不去哦，11天的连假。 即届东北季风影响实在有够大，即马连学校老师煞无法度转来上课。学校还可以啊，因为都有请代课老师在帮忙科务。可是代课老师也没剩几个了吼。哎，对，不过我们是请岛上另外的代课老师支援。船啊，底载的拢是民生的物资，即几工啊受到风影影响，来往兰屿的船只拢袂当开，这害着岛上粮食药啊拢无够用，连警员的勤务甲学校老师上课拢嘛受到影响。即马风影有卡势，船啊总算会当开咯。即个因为东北季风停航遮尔久，来甲看这离岛交通的运输问题，真正需要政府来斗相共。